不知陈大人该事后处置这负责之妇。恩姐，当年陈奎是不是得于恩姐，有来今日之功名成全？常言道，滴水之恩报以永绝。李伯明虽然吞赃枉法，姑娘他是恩姐的同胞兄弟，你将他官降一级，一座金阶，也就死了。要是他不是我的同胞兄弟呢？恩姐，我知你十几年来思念无名，积郁成家，好不容易今日亲征短居，与你保卫良情，一生之长情哦，生之长情。难道在这官场之中，只了亲情，生是生情，这一次生情，金钱生